欢迎收听8月23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的是耶利米书33章1到26节。耶利米书33章1到26节。在今年的台湾很特别，上半年呢，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下雨，下半年一开始就有了淹水、水灾各样的天气气候巨变带来的灾害在台湾发生。不知道这让你想到了什么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这位述说上帝以自然界让人看见他与人立的约，这位掌管天地万物的上帝，他用天地万物在安慰，在告诉耶利米，虽然现在的这个犹大国即将要灭亡，虽然你现在好像去跟这位西底家王说这个国家要灭亡，你还因此被关在监狱，但是上帝他的话语仍然持续的带领人创造历史，在历史当中前进。他说到到那个时候，这些国家毁坏的时候，不论是之前的北国以色列还是现在的南国犹大，会有很多人说，是不是上帝不在我们当中，所以我们才招致这样的一个灾害？或者这些根本不认识上帝的人说，哇，那些国家就这样子毁坏，他们信的上帝根本就是假的吗？上帝却在这个时候告诉被关的耶利米，我上主与白昼黑夜立了约，我制定自然律支配天地，我与自然界立的约不能废弃，我也同样要信守我与雅各后代和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。透过这段的经文，人类真的是需要再一次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悔改。上帝用大自然来向我们说话，可是往往破坏大自然的是谁呢？我们需要再一次的回到上帝的面前，即使好像我们破坏了自然，这是一个群体，全球的人一起因着自己所做的正在经历这个后果，所以我们更是要在这个时候回到神的面前，转向他，不论在思想意念上，或是现在对待大地的方式，其实我们都需要有很多的改变。譬如说用这个环保筷，不是一直买环保筷而是你真的就用你的那一副。譬如说垃圾减量，确实做到分类，不过度购物消费。其实在这2年的疫情当中，因着大家都只能吃外卖，好像一个必要之恶就是你一定要一直买外带，所以其实现在的垃圾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但是上帝却也透过这个大自然在对我们说话，唯一的解决之道只有在他的身上。他也透过这段经文，透过耶利米来提醒我们，上帝不废弃跟我们的约定，如同他跟自然界立的约不能废弃，一样是24小时，一样有白天有黑夜。但是在这当中，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，不要再让我们自己背弃了与神的约，
甚至与自然相处的方式，更是要寻求那个能够带来生命、能够永续的方式。所以在疫情当中，许多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被线上实体许多的这些限制来限制住了。其实这不能够限制我们敬拜上帝的心，而是这些限制带来另一种保护，让我们可以更自由的来到上帝的面前。若是我们明白，我们就会限制自己，为了要让这个自然永续，为了要让我们与神的关系永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因为你藉由这大自然，让我们看见自己生命的限制，也让我们看见，当我们破坏这自然律的时候，我们也自己就陷在这些灾祸当中。恳求主你帮助我们，救赎我们，不让我们自以为意，而是要让我们尊主为大。因为这自然的奥秘是主你所创造，也让我们在这其中，虽然遇见了这个疫情，在这些限制的疫情政策当中，我们更是要来赞美你。因为这些制定的政策跟这些限制，心意是为了要保护，但是主啊，你不要让这保护限制了我们的心，而是我们能想起这些保护，我们更是要来赞美我们的神。因为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实体，我都能够来赞美你。主啊，恳求主你帮助我们，从主来领受主你与我们之间不改变的爱，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隔绝。主啊，也去除那些在疫情当中的恐惧不安，要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领受真实的平安。这个平安就是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，我们都知道唯有上帝你掌权，你掌管历史，你掌管自然，你掌管疫情，你更是掌管我的内心。我要仰望你，我要寻求你。谢谢你，我们的上帝，爱我们的上帝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邀请你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们明天见哦。